那现在多久？2分钟。2分钟。啊，太好了！请黄文熙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来准备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唱一下吗？可以，你可以唱。你是在问微波炉？可以唱50秒。50秒吗？对，是48秒。好，预备起。1000句的我爱你。哦，哎，懂。能不能换1000颗钻石？10000句的我想你。哦耶。有没有这一万美丽的25秒的眼睛，亮过天上的满天星，贫穷也能过得甜蜜，可不可以亲亲你手心？谢谢你平凡的爱情，baby， 白面包开始我的人生，一步一步快变成地球首富。因为你的爱是我保证的收入。OK，好，是，刚好结束，好啊，对，可以哈。